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今日新闻报道讲，有4地症的患者找无路返去厝的，可能有掉头。若是讲出门了唔肯返去，可能就是警告的信号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肯唔肯的肯，读考验肯第2条。古早台语字典解说肯有通的意思，嘛有想要做什么代志，或者是甘愿、愿意、同意、欢喜、确定、稳准、认同，咱就讲是肯做什么款代志。嘛当表示讲，这个意思真坚定。若颠倒边就是无愿意，咱讲唔肯。另外，还有一个咱现代可能较少用到的意思，就是有假设会当安怎？像讲若肯会当来，咱讲是肯会当来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2个词。头一个读做肯定，意思就是承认代志的价值或者是意义，代表同意或者是赞成。第2个词读做肯听，意思就是听会落，有答应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夹做伙。比如讲，大部分亲子教育专家拢会肯定鼓励父母，就爱肯听囡仔的心声，加和囡仔开讲，安尼父母甲囡仔的关系一定会搁较亲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肯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